避雷，存款買樓咧，最安全嘅方式咧就係先交15%啦，做咗網簽之後，再交剩低嘅85%嘅房貸。避雷，俾完首期咧，最後當日結算。如果當日結算唔到嘅話，你就要問清楚個原因嘅喎，自己咧親自打電話房管局啊，確認下究竟係唔係呢個原因。喂，千祈冇俾銷售揾笨啊！避雷，如果咧用公積金貸款嘅話咧，一定要問清楚開發商可唔可以用喎，因為咧有啲開發商咧係唔接受公積金貸款㗎，訂金一交啊，樓冇得退㗎啦。避雷，期樓個房款咧最好自己轉帳喺預售正常嘅監管帳號，係最安全㗎。避雷，對於網簽合同咧，你確認呢個究竟係咪網簽合同嚟嘅喎？要睇下封面啦，有冇條形碼啦、二維碼啦、房管局嘅一個水印，同埋咧合同編號啲標識啊。好多開發商咧會攞草稿合同咧揾你笨㗎，間屋咧早抵押咗㗎啦，到時啊簽唔到完整合同㗎。避雷，公積金貸款咧20%，咁商業貸款咧15%，一定要了解清楚喎，因唔係咧到時咧辦唔到公積金貸款啦，就好尷尬㗎啦。